上午原定由台北火车站开出的58班火车，只开出前往基隆1班、松山2班、板桥2班，其余各班次都因为火车驾驶员集体休假而停开。1988年5月7日，台湾铁路局出现成立8年来头一摆集体罢工，代替马上做出应用，和民众退票改一个客户呢来解决交通问题。我觉得这样很讨厌啊，这样对我们旅客要做的话很不方便啊。但是我们的员工呢，基于他是劳基法的规定，他是合法的权利的休假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一个约束。铁路局长嘛呼吁员工唔通集体休假，要将人客权益放伫心肝内。1991年5月7日，高雄市警察局头一摆办理女警出勤，部分资深的员警认讲女性出勤较危险，但过无人认同这款的做法。这些支援女警除了担任户口查查、值班、警网巡逻任务，必要时也配合专案出勤，蛮新鲜的。女警头一摆出勤，表示讲难免会紧张。这项女警出勤的措施，伫实施半年后有做评估，效果未歹。